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出埃及记第12章43节到49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拯救的路。耶稣基督伫咧甲门徒讲到救恩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藉着我，就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。恁若捌我，就捌我的爸。对打以后，恁捌伊，并且已经看见伊。到爸上帝遐去，就是得到救恩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咱知耶稣基督是上帝救恩应允的唯一的道路。因为主讲，若无藉着我，就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去。就好像亲像伫彼得的讲道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1节到12节的经文，安尼讲：伊是恁的师傅人所弃杀的石头，但已经成做厝的角头石。除了伊以外，无有别个拯救。因为天的人间无有想赐别个名，互咱会通倚靠伊来得救。讲到着救恩，咱就必须爱讲到着规范啦吼，就是所谓的上帝的诫命。因为耶稣基督明白来甲门徒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。守安尼的诫命，才会当得到迄个生命。约翰福音14章21节、23到24节的经文安尼讲：凡若接受我的命令，并且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。听我的人，我的爸必定听伊，我嘛听伊，并且伊来显明我家己。耶稣回答讲：听我的人，拢会遵守我的话。我的老爸必定会听伊，并且我的老爸甲我所要到去伊的所在，甲伊同在。无听我的人，就无遵守我的话。恁所听到的话，毋是出自我，乃是出自迄个差遣我来的老爸。出埃及记第12章43节到49节的经文嘛安尼讲：上主对摩西甲亚伦讲，我要将搬过这个规定来传互恁。彝族的人袂当食搬过节的羊仔，但是恁买来，而且阁受过割礼的奴隶，无受到这个限制。暂且住伫恁兜的人客甲请工袂通食，食的时阵，着爱全家做伙伫厝里食，毋通带出去外面。这只羊的骨头一支也毋通来压死。以色列的全体人民着爱守这个节日，但是无有受过割礼的人毋通食这个羊仔。如果有彝族人伫恁的中间定期要守这个搬过节来尊重上主，你必须爱先为着因的全家的查甫人行割礼，安尼因就会当被当作是本地生的以色列人，通食搬过节的羊仔。凡若本地生的以色列人，甲定居伫恁中间的彝族的人，拢着爱守这个规定。
这是上帝所赏赐救恩，予准备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特别的恩典。特别是伫因咧面对太大囝的灾难的时阵，这个搬过节。因为安尼救恩，上帝赏赐着这个搬过节的规定，正做以色列人以后因的庆典的规例。伊伫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的经文，安尼甲咱讲：耶稣基督为着人类拯救来开路，伊就是迄个唯一的拯救、唯一的道路。因为伊本身就正做迄个搬过节的羊羔。伊就甲人立约，赏赐人这个救恩。圣经讲，上帝并无将阮所讲的迄个将来的世界，放伫天上的管辖的下面，反倒当亲像圣经顶悬某一个所在所写的：上帝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，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关怀伊。你予伊一时比天上的较低，你用荣耀尊贵做伊的花冠，你予伊统合万有。则讲上帝予人统合万有。这真明显是包括一切，可是阮现在并无有看见人统合万有，阮却是看见耶稣，伊一时被放伫比天上较低一点点的地位，通好借着上帝的恩典，为着万人来死。如今，阮看见伊经过死的痛苦，来得到荣耀、尊贵的冠冕。耶稣基督是咱通到伫上帝拯救的道路，是唯一的路径。只要咱心里相信，咱嘴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咱就要来得到救。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，应我，因为我困苦散赤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仆人倚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规日求叫你。主啊，求你予你的仆人的心神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主啊，你良善欢喜赦免。你使丰盛的慈爱，予所有求叫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按着听我恳求的声。我伫患难的日求叫你的时，因为你会应我。主啊，这的生命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。因的所做嘛袂当甲你比，主啊，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你的面前拍拜，因会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伟大做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感谢上帝的恩典怜悯，互阮会通单纯来相信。真简单的来得救，因迄个救恩就是耶稣重价所买来的，但是却
白白赏赐互阮。求主帮助阮真坚定行伫这条拯救的道路顶悬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